大家好，我是亲。这粒阿占多什么的呢，算是我收藏的佛牌里面比较特别的一枚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它是瓦拉康的魔，可是它是在帮公公出塔。据说有一次阿占多在帮公公做牌要入塔的时候，因为数量不够，所以就从瓦拉康那里调了一笔牌过去。那么由于这笔牌在瓦拉康的时候已经是加持念经了嘛，他在过去帮公公入塔前，又跟帮公公一批新的佛牌，再念经多一轮，再加持多一轮，再送入塔里面。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习俗。那么这粒牌也是比较特别，所以我也拿去做了第三方检测，证明它是出自阿占多的手，也有入塔的一个迹象。关注我，带你了解更多泰国佛牌故事。